应该那是我自己的个人感受。那这样子讲出来，让苹果很肯定的时候，觉得说郭董好像是在欺骗我们。我觉得。我可能要先跟郭董说声抱歉。其实就是去了解说，整个中选会在中秋假期的时候有没有运作，开放时间是什么，领表的作业应该是如何，整个程序的问题，我们做幕僚的必须要先了解。郭先生跟柯市长还有蔡顾问有一起见面，那天晚上谈的就是选战要如何分工，包含说设置的联署点以及立委的布局等等，然后直接到了新竹的城隍庙，跟柯妈妈还有柯市长一起参拜。这个参拜完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到柯妈妈家里了。当时呢，只有我在场，蔡顾问是没有在场的。所以在这一场会面当中，我自己听得非常清楚哦。柯妈妈她有在这个庙里面跋杯，就是在我们在会客室稍作休息的时候，柯妈妈是去跋杯的。她在这个餐桌上跟郭先生讲：“我甲新明跋4杯，头前3杯我就问新明讲啊，咱郭台铭来做总统安尼好不？”连续3个醒杯哦，第四个也是醒杯。那第4个醒杯呢是说，安内湾柯文哲来改道沙冈安内赫不？那时候发布了一个简易的退党声明，哈，然后呢，在下午的时候，我们送还了党证，发布正式退党声明。在这一天的时候，郭台铭先生特别强调，他的退党跟要不要参选是没有关系的。一直到15号的深夜，郭台铭先生他决定要退选。在16号的时候，大家应该还记得，16号早上我出面接受联访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幕僚完全不知道郭台铭先生是要退选的。所以那时候我有跟大家讲说，他其实胸有定见，可是幕僚要做的作业就是把事情都准备好，等待老板做决定。好，再来呢，在当天的中午就会面了柯文哲市长，还有蔡顾问。当面告知不参选，在深夜的时候，我们发布了媒体声明。那当时有特别提到说，为什么在深夜发布，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说，好像有消息已经先出去了，为了媒体的公平性，所以我们在深夜的时候赶快发出了这媒体的声明哦。然后在17号的一大早，我们跟王金平院长见面，我们也拍了一些照片哦。那告知说，跟王金平院长说我们不参选了，然后在脸书上同时也发布了不参选的影片。所以整个关键8日的发生的时间点流程是这样，所以今天的记者会，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把事情说清楚，外界不要再有任何的揣测，还有推想，还有任何的剧本出来。那蔡顾问当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，他纯粹聊的是他幕僚的感受哦。我们也说，其实幕僚的感受也很多，我们都不敢说100%做肯定。当时也跟大家说，9月17号之前一定会来说清楚到底要不要参选，是因为呢，如果有99%要参选，他很有可能1%也会发生不参选的事情。